吼，咱也是豆影片还未出现掀开这个手头的信息，新信息第9首吼。万物三角自持欢喜，阿乐上帝坐声吟诗，啊，该就是一直唱哈利路亚哦吼。来，咱请竖琴。啊，毋知大家定定咧讲感谢主，还是较贤讲哈利路亚？可能定定讲感谢主哦。啊，咱若唱这个诗歌是麦当上，这个口气麦当换一个哦，换做哈利路亚，安尼好无？来，这会来，万物三角自持欢喜。看到众人咧大声，有人就去质问啊吼。你敢知影耶稣安怎讲？这个群众若是嘴无开、无唱歌、无娱乐，另外边仔的石头吼就要欢呼起来。所以咱来将咱的欢喜、咱的感恩，也是咱的困难，拢大声唱出来哦吼。咱继续来唱第3节、第4节。新信息546首，这是一个日志的诗歌哦吼。咱敢有逐日含主做伙行，吼，来咱做伙唱哈。
讲吼，目睭天开的第一项代志爱啥？爱感谢主吼。我迄时拢无好了解，因为你知细汉时目睭天开爱安怎？爱考试啊，爱上课啊，所以无法度体会吼。啊，毋过阿嬷旧年吼，当去天父遐，啊，所以渐渐当体会，咱的一生其实是主安排哈。咱这回来唱第3节。主，阮做你找因，做你的萝卜，阮要日日甲主你同行。虽然世上有真侪困难，感觉心内艰苦，毋知影真理伫地，但是求主你显明伊的荣光，带阮日日信仰进步，会当含主你做伙行。伫即个平安的7月暝，嘛求主你来显明你的荣光，带阮日日信徒会当信仰日日坚固。伫别人面前，当有胖胖的坐，知影咱是真正活伫真理内底的基督徒。求主你帮助阮，啊，搁今仔日的聚会，阮拢恭恭敬敬交伫主你的手里，望主你来同在，你来保守。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做我坚固的堡垒，通抵抗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步边，指引你的是伊的。上帝啊，我所下愿，你有听见，你有将产业赐予敬畏你的人。圣诗第9首，请起立。请坐。这是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在纷扰的政治环境中赐下智慧、诚信与彼此的尊重，使执政者秉公义、行公义，以人民福祉为念。求你看顾弱势、失业者、长者、困苦家庭，安慰受伤的心灵，凝聚社会的爱与和平，将你的爱赐下在我们当中，也让世界的纷扰可以提早结束，恢复和平，也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启应文第49篇，以赛亚55篇。来，喙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烟。恁若着开钱来买袂得食的物。
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寻着上主的时来寻找伊。海良就离开遐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白也会发生形白。这是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这是来读圣经，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18节到21节，希伯来书第1章第11章1节到6节。上主安尼讲，毋通只有会记伫过去的事，毋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敢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野兽拢会尊重我，连豺狼甲刀鸟拢会尊敬我，因为我要互旷野有水，伫打扫的沙漠有河，互我的选民有通饮。这个是主民，我亲自做的，因会称赞宣扬我。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是对仰望所定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安尼，咱会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神也必该阮献较好的物祭物给上帝。对这个神，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通接纳伊的祭物。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神，伊有缘在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迁去上帝遐，无人阁看到伊，因为上帝已经甲伊迁去。伊若受迁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会得到一定信上帝有存在，阁信伊会互寻求伊的人。得到报赏。这时赞美，请双联团起。要吟的诗歌是《平安的7月1》。
这是讲道，请牧师，今仔的题目是扩张生命的帐幕，请牧师。姊妹大平安。咱要个补读一段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54章第2节，着确定你大的布面的地，着甲你的布面的布口互开，毋通限制，说着牵甲紧绷，克拉拢定互调。大部分咱的基督徒生活伫一个现实的生活，然后咱的生活中有真侪困苦，也真侪这挣扎，所以咱会拄着家庭婚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职场的中间压力、咱的工作、咱的财务，可能有一寡困境。慢慢身躯的健康也互咱感觉真困扰。所以基督徒的遭遇甲迷信的人，其实拢共款。迷信的人所拄着的代志，甲咱拢是共款。所以有时候一寡基督徒有一寡错觉、误解。咱信仰就是要得到平安甲福气啊！真侪人信上帝的目的嘛是安尼，因为咱听到福音的时阵，上帝讲有平安甲喜乐。咱若信上帝的时阵，代志拢能得到解决。咱靠这种期待来信耶稣基督，但是事实上伫现实的生活中间，无顺利的代志嘛介济。所以实际上的信仰所接受到的信息，甲咱实际上的生活，这中间有真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因为安尼，可能咱的信心会受真大的一个影响。你对上帝的期待，若是伫物质方面、伫生活方面，伫这困难中间得到解决，这种期待愈大，可能咱的信心也当愈大，因为现实的代志，可能咱所面对的现实的生活，这问题真大。当咱年纪愈大的时阵，咱无够有少年的时阵，迄种的豪情甲迄个理想，毋是因为咱都安尼花足甘愿的，咱过平凡就好。迄是因为咱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咱必须要甲现实一个妥协，就安尼为着活落去，为着要生存落去，我就要妥协，上这种豪情甲理想放伫边过来年前，我的囝对我讲：“爸爸，你还有理想吗？”那是我甲伊咧对话中间也一寡争执因为伊足侪是理想的安尼，然后想要去倒位，要去倒位，要去做什么代志，都无爱做所以安尼。伊当问一个：“爸爸，你没有再有理想吗？”我错一条，我讲你的理想就是要到处去其他代志做啥代，无做所以后来即马嘛是转来所以啦安尼。有时咱就感觉讲，放弃咱的理想，有时现实妥协，
有时呢，咱就感觉到某一个程度，咱已经拥有一寡物件，咱伫个安乐窝内面，然后做咩种改变变化，这种的情形是咱无得预料的。所以咱会当持盈保泰，希望拥有我现在的。对着现实来讲，我希望我会当更较扩展，更当发展，更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想。但是对真侪人来讲，我会当保持我现有的享受。有时咱嫌别人有一寡成就，但是咱用真侪理由来说服家己。这种代志发生伫个身上，伊就较幸运，伊就较有迄个机会。这种代志袂发生伫我身上，我无迄种的才能。我嘛无得到迄种环境，嘛无迄个机会，所以伊的我无一定有，慢慢期待什么？伫美国联邦歌曲内面有一首的地歌，我读着了，感觉真趣味。这个歌的歌名就讲：你无啥物通期待，你将一无所期待，你将无所期待，安尼。这内面是安尼写讲：你身躯拢无啥物钱运，你的囡仔。真惊，唔敢承认你甲伊的关系。你的太太已经足久无来台看探监，所以可能无偌久就会提出甲你离婚的代志。所以你免期待有较好的代志发生，无啦。你真正是你应该得的，袂阁有较好的代志发生，啊，你的人生就是安尼。我想写这首诗的人，有可能就是长期吼，还是无期多向，啊，伫感觉中间怪家，对前途无标，唔敢有任何期待。所以呢，一句话讲到人生真大无奈，你的性命、人生就是安尼。咱是一个真自由的人，咱无关伫迄个感觉内面，但是有可能咱的心灵嘛受关卡。所以，咱有设定家己有一个心灵的牢房，咱去对家己唱同款的歌，我的性命就是安尼，咱明白。所以，咱对家己有一寡限制，有一种的障碍，啊，这种障碍是咱家己本身所设定，啊，然后咱就咱家己关伫咱所设定的一个营垒中间，咱将咱家己拘束伫有限的人生内面。最后所祈祷，愿阮咱每一个人会当得到丰盛性命。那是讲你现在无论你活伫什么种程度，无论较无有较有啊较大成就，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讲，也阁有真大期待空间。有还要有，温上加温。所以无论是什么种战术中间，你会当阁期待得到阁较丰盛的性命。但咱常常爱问家己，这种期待发生伫我的身上也无？我有享受一种丰盛性命的感觉也无，还是你常常对家己讲，啊，都是安尼啊。来当维持我的信心，对着上帝维持信心，有一天我就慢慢行到天堂的路，安尼啊，这就是我隆重的生活。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信是对五望的事的一个把握，对无看见的事的一个肯定，所以伫这个所在讲到信心，然后用信心的目睭来扩展咱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对未来的视野。然后这种期待、这种视野是甲咱对上帝的信心有关系，所以咱期待讲上帝啊，更较丰盛的性命。我会当对这种期待，然后转到我生活中间每一个赞助内面。咱的人生的路真长啦吼，当然，咱照圣经这句话安尼期待、安尼讲的时阵，毋是讲我今日暗示，啊，然后对上帝有这个信心，啊，对上帝讲，上帝我期待安怎，啊，明仔载就发生，袂啦安尼。人生的路真长，所以嘛免讲一个代志啊，随讲啊随发生，咱袂当安尼期待。咱讲万丈高楼平地起，啊，所以咱对上帝有这种期待，但是咱对上帝有这个信心，是帮助咱有信心一步一步向前行的开来。所以咱伫实际生活嘛是啊，一块砖啊，一块砖啊，啊慢慢的贴起来关牢。你嘛是啊真确实活伫你现在真努力。
但是咱必须要提高咱每一个人期待在赞助。第二，咱来突破过去加添伫咱家己本身的限制。心理学家当然讲，过去的经历决定咱现在的个性，对不对？哦，咱的人生、我们的性格，3岁以前就决定了，安尼。啊，然后呢，咱的个性、性格来决定咱的未来。啊，所以人生意思都3岁还是6岁以前就决定安尼。但是圣经内面讲毋是安尼，有一阵我去参加青宣大学的时阵，哦，即句我记得非常清楚。伊讲毋是过去来决定你的未来，咱是未来决定你的现在。因为你对未来有一个期待，来决定你现在怎样来生活。所以你有一个未来感也无，你对未来有一个期待也无。所以咱咧读圣经，读到创世纪的时阵，讲到将来世间的一个发展的时阵，咱感觉哦，为了这我就要好好备办咱家己。过去真侪代志，其实真做咱一个真大的苦束。咱袂当一直受家己限制伫过去的失败啦、忧伤啦、怨恨啊。反悔一个家落内面，所以圣经内面讲，旧的代志已经拢过去啊，拢变成新的啊。所以咱反省家己，伫你人生中间，敢有啥物种阴影啊？然后热看你的信心的视野。我常常讲起迄个摩西所写的诗篇90篇。伫迄个所来讲，咱人生70岁，永壮到80岁。但是过去所经过70、80年的生活中间，所以当夸口不过就是劳苦忧愁，无喜乐，亲像暗时的一更。咱就常常反悔过去，想着过去，就怨恨我人生会当重来时，我哪会当安尼？但是摩西无留伫过去迄个劳苦愁烦的情形中间，所以他上帝讲：上帝啊，为着未来，我带你祈祷，恳求你赏赐我一个智慧。互我会当计算我现在以后的日子，安尼我会当好好利用我后来的人生。所以是一种未来的一个 vision， 无留伫过去迄个中间。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必须要突破过去互咱的限制，互未来愿望真侪咱的开力。有一个兄弟差不多要到50岁，然后有一遍，伊的公司经营出问题。伊的事业破产，伊就非常的失志，安尼，个性也无真好，心情歹，后来甲太太离婚。伊的身躯嘛咧伫安尼忧愁中间，咧啉酒真失志健康慢慢走下坡。对伊来讲呢，人生敢若就到这个情形，伊就无过未来。后来信耶稣，所以呢，伊学习每一工记录值得感谢的代志。伫困难中间，伊相信上帝嘛，佮听伊，伊永远活伫迄个稳定的中间。这种思想帮助伊来行出过去迄种挫败的阴影，伊重新过来设定伊的头前的路障，建立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慢慢伊的健康佮恢复，伊气力佮恢复，又找到一个佮较稳定好的工作。后来伊甲太太佫重新和好。有时咱感觉咱的一生已经破灭，但是上帝为着咱未来还佫保存真好一个发展的空间。重要是咱有信心，注目伫咱主耶稣基督身上，对有信心，然后佫重新扩大咱信心的一个视野。第三项。第一项是讲，咱对家己本身有期待，对上帝有期待。第二项，咱必须要行出过去限制。第三就是，你要思考、追求上帝对你更较悬的期待。一方面是咱对上帝，但是一方面是上帝对咱。你知影上帝透过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目标就是迦南地，但是要行旷野的路，对不对？但旷野路其实伫上帝计划中间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安尼。但是呢，圣经记载讲，以色列人因为旷野中间不信、无信，
为什么无信？因为逐工你想的物件，拢总是甲伊生活中间有关的物件。啊，我要食肉，无肉通食哦；我要啉水，无水通啉。哦，我这了真困难。所谓所求的物件，拢是生活的需要。所以，我要倒到埃及的所在，重新做努力，因为遐会当满足阮有通食、有虫啊，有啥物物件有水啊，阮烦恼生活免，阮甘愿做努力过生活。因为赞助就是安尼，甚至到一个所在无物件通食，无水通啉的时候，买我上帝，我上帝啊，恁带阮出来所在，就是要伫阮旷野中间消灭阮吗？无信心到这个程度，所以上帝就互因伫旷野住愈久，陷入愈深。咱对上帝要有一个明白，因为上帝毋是拄带互咱教育的上帝，上帝赏赐互咱的毋是拄带有教养。有教养是啥物意思？有教养就是咱的肉体生活所需要的物件，赏赐咱食的物件、啉的物件、大的物件，这拢是有教养供应咱肉体需要。安尼而已。当然，你会讲上帝佫较发较济，我当佫食较好，我住较快，然后穿较水的物件，然后这嘛是肉体的物件，嘛是供应咱肉体生活所需的物件，只是品质无共款而已。咱再问一项，到底上帝啊，你互我对我的期待到底是啥物？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英文讲，我要带恁去所在是迦南地，迄个所在是老尼甲米的所在。哦，咱听了非常好，而且毋是老尼甲米的所在，迄个所在物产非常丰富，有山有谷，有溪水，有湖，还有真侪只的特产。有价值的矿产、金银矿产。哦，你就想着感觉哇，上帝紧带我入去，安尼我会当过较的生活，我会当倒较富裕。有一天因等于到你要到迦南地时阵，因嘛是安尼期待，开始享受真好这生活品质，比旷野更较好，更较济。但是因的期待若是留伫这个赞处，物质上的赞处。较好生活品质的赞处，犯的罪愈大。所以，进入到迦南地内面，老李加米的所在，应该是享受生活，真正是享受，但是后来拜偶像愈厉害，所以就拜这个巴力，拜这个亚瑟拉，拜这个女神亚斯他路，因为这偶像拢是啥？丰盛、繁荣、生育愈济。修行愈济，活搁较富裕，愈来愈多，享受这物件啊！上帝可能无法度供应这，所以阮就拜迄个内面的偶像。所以主要说常常来提醒咱每一个人，敬拜上帝，敬拜钱银，你要做一个选择，听世界，听上帝，你要做一个选择。反倒当伫迦南地牛奶米玉米的所在，是因拜偶像拜到上界厉害的所在。那姊妹，这里到迦南地，毋是要互咱享受老年甲米，上帝对咱的期待，对以色列的期待，毋是要传你们引到迄个牛奶与米之地，享受遐生活里，乃是更较悬的一个基础、赞助，乃是讲到伫迦南地建立一个祭祀的国度，敬拜上帝的国度。将做一个见证，然后有这个福分透过因，入到全世界中间，这个因拜偶像拜甲厉害。上帝甲咱的心意，对咱的心意超过咱对上帝的一个期待，所以较悬的一个期待赞助，那是关系到上帝国、上帝的旨意。姊妹，到底伫咱心中内面所期待是啥物？当咱若信主了后，是不是咱期待是老年甲米非常丰盛如意，还是上帝伫咱心上还佫更较大的期待，需要咱去追求？圣经内面讲，咱毋通烦恼食，虽然伊食了非常好；毋通烦恼穿啥物，虽然即马穿拢有一寡品牌的物件。毋免真正遮要求，就是我的财富我都保持无，股票市场会较好也袂。
慢慢期待到真侪讲后尾带较好的物件，较好的这物件，豪宅这物件，这拢是世间人所求的。所以你所求的，那是上帝国、甲上帝的义、上帝的旨意来完成。所以当这个所在，圣经内面讲到，要确定你步边的地，你步边的步，就口好开，唔通限制。顶面讲到，哇！上帝，互我搁愈济，互我数据搁愈济，厝搁较大间，生活品质搁较好，安尼。如果你期待若是这方面，甲上帝期待你的期待赞处是完全无共款的。少年的时阵，咱认定伊将来阁有一个真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咱培养伊。也有真大去发展、去领受一个空间，对不对？到伫中年的时阵，可能就是咱人生发展上界高峰，可能你已经有某一寡成就，你的人生的目标嘛已经定着，所以咱有可能就是就保持安尼，毋免搁较期待、较悬，会当保持咱现有的持盈保泰。非常好。若到阮这种年纪咧，上年真侪伫遮，你有对过去期待啊无？毋知要期待啥，就健康保持好势安尼吼。若像我来讲，有人对讲牧师你退休吼，然后你都要好好数算恩典。你现在是回头看以前，回头看以前，哇，恩典遐尼多安尼啊。那未来呢？未来你拢知影嘛吼，应该一个牧师退休过种生活，你拢知影嘛是安尼想啊。人生路程无共款的期待，我都毋知我即马退休要期待啥。所以有真侪人拢安尼想，而且已经替牧师设定好啊。牧师你就是要退休，你就是搬去头前的厝，转来高雄教会。坐圣歌队，坐担遮，甲阮做伙，安尼，差不多每一个拢安尼想，替牧师拢想好势啊。我一两年前嘛是安尼想吼，你知我逐工拢看我的厝，因为我的办公室伫6楼，然后地杯去到后壁再细细看，有厝伫遐。一两年前了，拢是安尼想。我甲迄个厝，搭租厝的车要用，嘛是差不多8、9月啊，就8、9月约到，就差不多准备要搬。差不多1年半前，有一个人敲电话给我，牧师你敢要来阮遮？你若来，咱做伙做到75岁。我哈，这是啥物代志？哪有这种代志？竟然有这种代志安尼，那是不是后来还有某一种可能性？但是我无答应要去。如果我讲这个代志，我答上帝无这句话讲，上帝我要退休，过来要安怎？那这句话我其实伫我会记的中间有差不多3遍问上帝，伫我人生真大一个转变的时阵，第一个转变就是我要退伍，进前1礼拜，一日车。无自驾，转到厝，坐伫车顶，到上帝问讲：上帝我怎要退伍啊？茫茫人生，过来要安怎？上帝回答一句话，然后退伍第2天，我开始上班，交伫现金，一天拢无人。第二遍呢，要问的时阵。是我要离开台北教会时，我已经甲屏东的教会拢讲好势啊。我甲上帝讲，上帝，我怎样要订屏东讲迄势啊？所以我的故乡怎伫遮退休，就这样。过来，敢是安尼？就这样。安尼祈祷了后，无偌久了，我就来讲教会啊。即摆我要退休，赶快甲上帝讲，上帝啊，我要退休啊！过来咧。就这样，跟我们大家所有想象一样，搬到对面过退休生活，2个孙子的边做高追含你肉孙接送学校上下学。
你去安尼问的时阵，过来咧，表示这是一种生命的问答。伫你对我的计划中间，敢有比我所设定，还是比众人替我设定退休生活，还佫有较完赞助的一个计划？若无你就免问这个话。所以，当我安尼祈祷了后，就一寡代志发生。所以当人问讲无说你要住头前厝里吼，我说没有呢，没有。他们很惊讶我对他们也很惊讶。奇怪，我不对头前，你哪惊讶？因为已经设定，我已经伫遐嘛，因为这是所设定已经的人生。然后一个问我住在屏东你的故乡也没有呢，也没有。他们比我更惊讶，因为他们所设定的就是我应该是安尼。你若要去倒位？我讲我虽然逐天看到这个厝，但是后来我还是蛮惊讶的，又要飘走了。你干嘛安尼问？还是你感觉逐项代志都拢固定，都是安尼，无佫有期待？你感觉当上帝问讲，上帝啊，过来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上帝啊，你对我的期待是啥物？我虽然是安尼设想，但是对我的期待是啥物？过来，你要怎样成就伫我心上这计划？上帝的期待比咱家己对本身的期待更较大、更较宽。所以以赛亚书第54章安尼讲，要确定，要确定你步边的地，然后你的步要口好开。哇，这一句有够好的，就是讲吼，看好说，看甲真棒安尼。意思是讲，就要发挥你人生中间上界大的潜能，你完成上帝伫你身上所完成上界大的一个计划。你的说就要口好真棒，但是咱想想，安尼就好，就这样的。我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我的路就是安尼行，就到这为止。上帝总是发生一寡代志，超过你所期待、所想的。所以，无论伫什么种的年龄，伫什么种的人生的阶段，伫我这边的经验来讲，到有一天头毛喙鬚白的时阵，我犹原的问上帝讲：过来咧。今日伫华语礼拜的时阵，我已经结束我的讲道，然后董理长老给你报告。我看到心中有一个真大的感动，这是一个伊的说，伊的步边是一直咧固定的时阵。伊嘛是50几岁退休，但是现在伊所做，上帝给伊的机会，比任何时间也搁较无用。我咧常常做伊祈祷，伊就讲到伊现在所做，爱阮替伊祈祷。哇！上帝给伊发展，给伊服侍的路。比以前较宽，有时我也感觉讲，你比无数较无用，上帝互你服侍的路搁较宽，较无用。兄弟姊妹，咱必须要问家己，上帝啊，我对有一个期待，我有一个信心。但是咱问另外一句话，上帝啊，你对我的期待是啥物？当我家己本身对家己讲，就是安尼的时阵，上帝啊，我无得停止来问讲，到底你对我的期待是啥物？过来，过来，伫我心上你要发生什么代志？使徒行传17章讲到保罗传福音，或者雅典的人，伊讲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不是？是啊。伊将生命气息万物赐予人，咱会当生活，咱的行动，咱的存在，拢是倚靠伊，因为伊。同款啊，世间每一个人拢领受上帝这种恩典。咱基督徒嘛是同款领受这个恩典，但是同款领受这个恩典，安尼生活的时阵，咱甲其他人有啥物差别呢？是啊，同款的气息，同款的生命，咱日常所生活的，你讲你出，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然后咱活地。
得着维持生命所需要活的。但兄姊妹，这个所在，咱是讲到咱人生，咱袂当甲这未信主的人讲，咱拢活的安尼而已。所以，生命不是仅仅活着。所以圣经内面讲到，咱靠伊来活，但是嘛是为着伊来活。当咱一种目标放伫咱生活中间的时候，你就要问讲：我若是要为着上帝你来活的时阵，上帝啊，我就不是仅仅活着啊，靠你水属这的万米来生活。我靠你生活，甲世人同款。但是当我问为着你来活的时阵，安尼，上帝啊，你对我有啥物佫较关赞助的一个期待啊无？唔通限制上帝伫咱身上的期待，当然也免自我限制，因为上帝是赐丰盛生命的上帝。安尼，咱会当存着期待，甚至咱像摩西讲的，上帝啊，我有智慧，会当好好利用我未来的日子。安尼，我你所定到的成功，会当得到持守。好。你享受我成功，会当得到持守。什么是上帝所定定的成功？那是伊为着咱设定的一个期待。咱对家己充满希望，对上帝充满希望。咱对上帝充满期待，咱来活伫上帝对咱的期待中间。安尼，我相信咱会当开真侪机会的门，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我们不仅仅是活着。毋是只有我靠上帝会当过咱日常每一天生活，为着伊，安尼咱生命会当进入到更加赞助的内面。愿上帝帮助咱，无论是怎少年纪，对上帝讲：上帝啊，过来咧！你的期待是啥物？希望会当成就伫我的身上。三甲来祈祷。做阮献上阮的感恩，做我认为你手所我命，互阮的是稳上加温，丰盛也更加丰盛，所以无有限制。正像你圣经内面讲的，做阮的生命就尽伊的力，尽帮，直到完成你伫阮身上的计划，无有限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来首回应的诗，圣诗546首，请起立。
请坐。这时奉献请属员的同工。请起立。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有主你会当互阮搁较明白，阮每一个人的性命，你的手里，也搁引带阮行正路。求主你来检察，来领受，来圣化阮的这个奉献。我伫你的面前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报告第一项，请牧师报告。咱介绍两位朋友吼，一个是迄个汪正雄甲王修璇夫妇。这是秋香的小弟啦，吼，甲弟媳妇吼，新北岛教会非常欢迎吼，伫台北的所在吼。还有一个汪之纯 Alice 在吗？应该来这边工作或者来这边读书，对不对？工作哈，淡水教会的，里面教会还有一个人在这边哦。对，好，你就找他，还有在社青啊，非常欢迎。那这边先来报告第一项啦哈，因为这个代志阮较知影吼安尼。那一般来讲吼，咱讲三合一的时阵，其实这是三场足大的一个典礼吼。设想一个情形，比如讲我的生日是12月，设想我的生日是6月，我6月退休的时阵，都爱教会为着表示对牧师的一个尊重听，所以会替牧师伫6月办一场牧师进城退休礼拜，对不对？然后到安尼我就退休去办一场。然后到11月时，咱阁有一个70周年，所以咱阁办一场70周年。这中间咱无牧师咱阁找，一年了后找着牧师，阁办一场牧师的就任礼拜。这种足大场的安尼。但即摆情形就是讲，现在我的生日拄甲迄个咱的70周年差2礼拜。然后，伫咱2年前，咱已经请罗牧师入来，已经备班要来接续我的工作。所以呢，伫这中间的时阵，拄好我的生日，甲70周年瓦棍，迄我退休，而且咱牧师已经备班好势，都会第一天就任，所以咱变3合一安尼。所以从这个3大场的一个
庆典一天一天。对中会来讲哦，这个吼，安尼一天伤过麻烦的吼，所以你敢要分开办？我讲吼，免哪分开办啊？这时间都多，拢定着这时阵啊。不然你就提前3个月，或者延后3个月，我哪有啥代志啦？安尼，我得办，就是要互伊一场安尼办好势安尼吼。所以甲伊安尼协调，因派遮个中委来甲咱小会讨论吼，希望会当安尼看2场无共款的性质吼，会当安尼小可调一下吼，安尼吼，互伊做一个分别吼。所以因特别来到咱的中会，甲咱的小会甲讨论这种代志吼。即摆已经有定着，就定着。所以伫这中间呢，若是退休甲迄个就任，这拢是中会咧办理。所以咱来写一个公文讲，并请中会替咱办理退休甲就任，意思伊是咱的上司，安尼。所以这时间差不多伫整个教界内面，拢差不多伫礼拜下晡咧办理这个代志吼。所以这毋是咱教会本身的代志，这是整个教界的代志。所以第一讲的时阵，定咱咧办的时阵，所有真济教会人，无论是新竹，无论是外县市，这牧长、教会人，拢会来参加。安尼所以这场若办起来时，而且这是一个空前啦。这个空前就是讲3合1，这空前。安尼。当然因来参加，会使起是70周年，咱家己办，咱内部，但是退休甲就任，哇，这是安尼整个教界的代志吼。所以足侪来参加，甚至咱罗牧师伊个家属对高雄透早开车起来，安尼吼，所以来庆典，有真侪遮亲戚朋友还是教界有熟悉，罗牧师熟悉，我只有熟悉，拢会来参加。所以这场3合是足大场的空前，所以伫这所咱安尼咱报告足久的时间，就是咱来准备咱的心，咱来开始备办这个物件，来迎接。真济咱遮个教界的，还是讲遮亲友来参加吼，所以落落一工啦吼，咱本来是爱3大场啊，落落三摆，但咱1摆来完成就好，安尼吼。真济人对咱着公教会有安尼真好感，来感觉讲咱公教会是安尼未设计的教会嘛吼，对咱好感真好，所以伊嘛足济教会要来看咱安怎办啦。所以咱咧办理这个代志的时候，讲咱关起家己办就好，毋是安尼。有真济教会知影讲，咱牧师要退休要去就任，同一工咱要看伊安怎办吼。安尼后摆我若安尼想，我要对恁的方式来办，安尼。所以这条中会就介重视这样代志，讲你即摆要办的代志是后摆要对你办的呢吼，所以恁来介慎重这个代志安尼吼，所以。但是这边互咱知影讲，这场要办的时阵，这个性质是安尼，毋是讲咱家己办就好，咱内部就好，就安尼凊彩就好，没有，因为教界遐济人要来，按说差不多500-600个会来，包含咱家己教会，所以咱只有这个个圣约行业就是安尼，车辆也真多所以这就是盛况啦所以咱兄弟姊妹较辛苦较尽心即马这代志拢已经差不多定着。时间定着办理的方式定着所以咱最近就开始进一步筹备咱这个邀请卡也拢设计好势所以我咱兄弟姊妹知影这个代志，对于咱本身也是对咱伫教界的这种印象，拢非常重要所以恳求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真心为着咱高雄教会。好来款待，还是来接纳所有这亲朋好友来到这个所在。谢谢黄牧师就提早帮我们预备了赖牧师避免我们没有牧师。第二点长子补选和会定于10月4号礼拜天联合礼拜的召开。第3点。近期的圣礼典是定于9月6号礼拜天于2堂礼拜中举行，要受洗的兄姐，请跟干事的报名，安排这个受洗课程。第4点，传道组定于10月3号礼拜六下午2点举办本年度第2次的携手爱无限活动，地点是下1楼教会1楼，请兄姐邀请未信主的亲友、同事、邻居参加，有受邀的
朋友，请向玉山干事登记报名。第5点，门徒成长班教师课程本主日就是今天8月23下午1点，在607教室上课。本周课程是基督徒的轮子生活，是黄牧师是讲师。第6点 ，Maybe 主日学8月29到30 2天在本会举行升级营，对象是升小一到升国一。报名费是500块，请报名者当天早上9点到9点前到2楼报到。第7点，青少年家长读书会将于9月19号周六下午3点开始聚会，共读新书《减法教养》，学习交托，照顾自己，走出焦虑。欢迎家长参加。第8点，财务组设置一个3合1庆典特别礼拜的奉献，请兄姐关心及代祷。没有第9点，但我加一个第9点。我是总务长老，所以我今天刚好当实惠，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我们之前冷气坏掉嘛，那现在要请人家来修，已经缓不济急，他没办法修，所以我请我公司的人先把他漏水的管子先弄好。但是我们需要往下去募款，要换冷气，因为这个冷气如果再处理，东元已经不修了啊，这太久的东西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不修老东西了嘛，啊，年轻人也不会修老东西了，所以说都只能换，所以很麻烦，他根本就不修，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今年因为天气变化，所以很多地方漏水，很多东西还要继续处理。第2件事就是他们为这件事情来特别来奉献。我下个礼拜我会为这件事情做一个一样像这个一样做一个奉献给大家，有一个名目来奉献。第2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影音设备都弄好了，我们台语礼拜看不太到很特别的变化，因为台语礼拜没有用到这么庞杂的设备。这个是我们华语礼拜的敬拜团他们在使用的，但我们这次花了很多的费用，把它做了很多的升级。那为什么因为到我这边来变成我要决定我为什么同意这件事情，也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很多的年轻人花了很多的精神，很愿意的服侍，在这里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我觉得这种积极性值得被肯定，值得被保留。所以他们这些设备，当然以后这些我们会看到越来越棒的一个这个视讯的这个效果出来。他们现在都还在测试，他们很认真的在测试。所以我们现在增加的，像现在已经电视不会闪了，这些部分已经都解决了。我们换了很多的新的系统，连电脑都换掉了所以这一次我下个礼拜也会新增一条项目，是针对增加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预算已经超支了，所以大概27万左右，请各位兄姐为这件事情来特别奉献，因为我们今年的支出有点太多了，我们总务组已经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做事情请各位兄姐来做这件事情。好，我报告到这边。来，接下来就祝福初期的诗歌，圣诗398首，请起立。Yeah.
原来对着上帝赏赐的恩典、丰盛的生命，愿上帝所定着伫咱生命中间更较大的期待成就伫咱中间。原来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透，圣神所赏赐予咱信心、愿望、快乐，甲咱三甲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请坐，要倒避讳。